你哪有家人哥？你今日生日哦？好啦，阮朋友互我的啦，对啊。哦，你这是去倒位买的啦？哦，唔知呢，阮朋友买。哦，还是你要食几岁？哦，唔免啦，我给你吃，你吃。不要紧啦，无我切一半互你。无啦，唔买啦。真正啊，因为我看你想要食嘛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哪有想要食啦？我倒位看起来想要食。我毋是迄个意思，我是想。你是感觉我做妖就对了，你即摆是感觉我看起来做妖你啦。无你较认真。我头做就讲我无爱食，你感觉我买袂起就对啦，哈。我毋是即个。你即摆就是安尼嘛，你讲我唔敢啦，吼。迄我朋友，我。好不好吃啊？咱人有时阵会因为面子，也是感觉把家己的想法讲出来足见效，怎啊对一寡明明真介意的代志，硬要伫遐假做无介意，无要紧。这个状况伫台语内底咱会当讲是假无意。像讲，你明明就介意阿花，搁伫遐假无意，你真正是足无胆呢。甲假无意我意的词，咱会当讲假仙，假仙。假无意，果会假，无学无意，假无意。假仙，果会假，私烟仙，假仙。我头做就讲我无爱食，你是惊我唔敢食伊。